请讲师慈悲，前道鞠躬，坤道鞠躬。讲师好，讲师好，请坐下。讲师早安。有问过对无？你那细细汉的，无来啊，好听大人。今仔真幸运，真幸运啊吼！那么好啊，咱这个课程，这是咱用心之办。咱用心之办，咱好多这个主题啊，咱要求讲要摸现咱的，要咱去研究，天主比讲到是问题，咱会使讲上着多数公主，咱师尊师母能后大家来阮台北用因，若要过去咱到前年伫大陆排队过来到台湾的某大医生，互咱医术大先，咱大家伫咱的单位付出。栽培、用心、切会，包括咱即马周杰林，互咱副杰林、两本书，互咱艺术单位做些啦吼，周洽，刚刚讲有这个机缘，那么互较来遮大家共同学习，互较袂讲互较其他讲道理，道理我袂晓讲啦，但是书名所在，毕竟一定要有文字啦，但是咱毋通互文字搭的，因为文字是一个意。重点是在摸，所以我呢，教目前在即摆讲这条袂好袂记啊，袂记你要讲啥？如果若是讲出来，真正无互咱听，要如何解决？啊是无互咱的心理要安怎？你请咱讲出来，讲我咱听啊无？讲得很轻，毋知咧比如啥？你知影我这修30-40年啊，也无介久啊，对无？讲甲无要安怎？无你来讲好无？来讲。所以道理哦，就是讲千变万化，千篇一律。虽然发真好，宇宙间这个法理的本来的根本，伊拢要互人识得。但是咱爱善用伊，但是毋通去用伊，善用伊。如果法好用啦，钱好用无？你说无？是歹难，钱要趁钱是爱用足者心法，用者时间，用者精神，趁安尼了无？但钱歹趁，毋过做好用。毋过你若趁着钱了，要安怎？你敢袂有钱放去？咱台湾即摆吼，咱是做有安尼呐，24小时人咧拼，都比较困你我啦，你要冲他一个，要冲他一个，但是到底有善用无？当然就看过啦。所以法门呢，是爱互你学法。毋是叫这个，但是今仔既然一个到遮，既来之，心安之啦。咱来谛听，所谓谛听什么意思？谛听啦吼，谛听这是一个名不讲名词啦吼。谛听，谛听上切听，听好清楚，耳朵清，看后面。毋通互当初甲你转去，咱毋爱借别个机会啦，互我是因地应用，后准应用，是要互咱即点个特性，会当摕出来善用个。并毋是即所在咧电视上口讲道理，较嘛讲道理，还是讲济道理啊？平等，一切法平等，没有高下。只不过是讲，因咱即较占权，就当然即个工会无讲袂使。爸仔我来咧管，大当然对囡仔方面就较要求。爸仔我若耍呀呀，乱七八糟，囡仔就是尊重，真正是安尼。这自然的嘛吼，咱听道理吼，
天生得，天生得这好正，腰甲放风，腹肚皮放风软，一点钟、2点钟、8点钟，袂拄久，袂拄出病。那腰酸背痛，咱无法表走，快点走，袂啦，我袂，啊辛苦啊！你甲坐3分之甲腰骨放风软落，用手指甲抽筋，咱毋是你抱甲筋啊，毋是长白肉，但你长白肉就是你看到老师你长白肉就是你久久啊，哦，迄毋是啊，这咱精神一种观念，迄个当下迄个心，还是真正慢慢入定。那入定呢，怎么办？我们入法界，你仍然的法界，一心法界，你的心的清净跟法才相应。你在修行的功夫里面呢，你平常用这种习惯，你会成自然。所以看到文殊菩萨讲这部译文啊，我讲你在是世人提升到底了。有人捡着一书如，我讲我那边吼，歹势啊，书记啊，若能台语有听无？听无？台语。我叫跳楼。那跳台语讲台语，我语在讲。有人捡着了一书如，一须若能尽作一须臾，见者连杀七宝塔，胜过了胜造人，胜过横杀七宝塔，七宝塔，那个然后必然一个人啊，先为了激动，一展不动，七宝塔，宝塔将规化为零，宝塔终归化为零，一两千间先见感。一念清净成正觉，你就是在当下的清净那一内心，你就是佛性的现前。宝塔物件，迄是世间法，迄是有形象物件。哦，一间楼几百咯，100年啊、200年啊、300年啊，总好一点，那不会啦。宝塔总会好一点，但你一念清净呢，可以马上当下给你生活。你讲这个放假，这个好看的，啊，我讲你来讲的。所谓佛是什么？佛就是追求，佛就是觉者，觉者是啥？觉者是清净尔啦。那清净是安怎做来？当然是你平常时的用心多，体用多，了悟多。这个当下里面，你慢慢去体悟，慢慢去实行。因为咱真正来讲，咱是活佛的众生，包括我们都是活佛众生。咱真下慢，但是咱拍拼，咱来认真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咱每一个人心门来主动，水平同啦。水平，有的时间早晨起来，真快活，真快乐，真幸福，真享受。有人愈来受着心腹白痛，发白到老，等于嘛真济啦。有人伫世间就爱食是苦楚。到食老，到有成就，人有人少年出门啊，有的时候前方不会，个人面不当。中共主这个是啥？我们今天讲这个智慧，就是因为咱地位不足，福无够，安尼啊。地位当然要修，福无要做，可能福无较简单啦对啦，有等咱做摊会啦，报税啦，财神法师、规师，迄拢总是一般福报。但今天正功德发生伫地位心。真正的功德法生在我们的智慧里面，地不高，一切发展出来。有智慧，一切都自在。对不对？你懂吗？有智慧，一切都自在；无智慧，每工逐工就通过是非啦。咱唔相信，咱逐工出去听，是非是作当。就话咧，是非是做变化。随讲的咧，别人代志是做对。辛苦咧，接受是有惊，感受。养顺啊，伊咧分别无所不用。你来看，所谓个咱一身躯当中，一点心就精灵，会当千变万化，做我48000万，翻团发光是烦恼。唔单用智慧来拍破咱烦恼心，用智慧心48000万的破除咱烦恼。所以有当时咱今仔是吼，虽然咱今仔做心久偌久，咱唔知影啦。老就先归离，新就先归离，咱大家听就听，听无嘛别紧，无要叫，我你讲我听无啊，慢慢叫我讲出去。咱爱豆实习，豆实习，因为咱讲你入法本性，你入
规家修行人啊，第一规家就是凡夫正信，因为平时啊，伊唔听话，伊唔看经，伊唔文理，唔做其他生活，没有办法。所以做一般的凡夫的事情，就是凡夫这样，叫凡夫走进。那政治的政治咱的反馈政治内面，结果出来就是文明。另外一种就是讲啥，靠经济生活嘛，靠经济生活是叫做声闻性，声闻啊，声闻就讲啊靠声、靠闻、靠知觉来感受、承受物件，成就阿罗汉。阿罗汉啊，但是咱这边找阿罗汉无人要当找。老师讲我即马是袂记啊，要成就阿罗汉，毋是咱即摆是咱这当这个更多啊。破魔叫去发之间，啊成一些物件无我存在，不管人甲你骂啊，甲你诽谤啊，甲你讲你伤伤，无我事，毋是讲我不是不在乎他，不是不理他，一切生死跟关我不是。你讲我不要紧啊，你会修行。我没有学佛没关系，所以有时候没有说也没有关系。讲你我过嘛无要紧啊，讲你也无修行也没有关系啊。为什么？我这里内在清清楚楚的告诉我自己，我知道就好。法是能够适应你当下，不是最好的法，是法能够适合你的。你当下你甲悟境，甲行持。你甲相应，只要你做，结果你就开悟先做啦。唔像你这个经济来个责任叫伊，你甲电话先换出，这经济来多的所在唔对啊，会错袂？你甲条件就好那边，你个经济再开结果嘛袂啊。毋过你真正甲这面图内面诶，因明成绩，时间因明来到，这个结果，啊你有这较无？就是代表咱这条心用的方向、用的时间、用的。对不对？对不对？通通就在智慧里面。所以智慧不足，你想度脱生死很难。别人我老体会啦哦，我真正讲讲我到，我大概我袂记啊。讲什么我们就写什么。比如一个讲，有一个法师啦吼，因为法师会吐风嘛，啊吐风，但是行。我拄个学生啊，你观察者下课啊行过，拄单独拄个一个学生，老师讲问啊，小朋友，你是谁？他这专门打扮是谁？你不知道吗？我是出家人啊。小朋友，我问你一个问题好不好？好啊，你问啊，你讲啊，可以画个圆吗？你打电话，可以画个圆吗？啊，这小朋友细汉啊，伊也唔知影。画圆哦，我没有什么经验呢，我会紧张呢，没关系，人生都有第一次，你就画个圆吧。我今天讲老师，我说了我画一个圆，伊就先画起来，如果我怎么做？老师，我画个圆，师傅来，我圆画了，你个书题啊，这个咱。笑讲同个叫，你真正是着重担。啊，我讲甲你画圆是画圆，你说平时画就圆要画，我就讲画圆是不是我这一年啊？我这里画个圆，这个圆不一样啊。跟画这个圆不一样。我要甲你画圆呢，你怎么会画？会当摸辛苦啦，实在会找到。有这种讲大的，你这个你很听不？你看下有没有？这么小的同学，哎呀，这阿妈穿眼镜的服装，阿妈台湾隔离，你不要画圆，我讲画圆，画无经验，啊，我会经验咧，我个老师你去摸一下画圆，千万别这么做，这么没有办法，还是要修行的哦。所以我们现在讲道理是讲明白，如果你用你平常心就是心。心若清净，就是幸福感。我给个以咱人分类学来讲，空性来对了，它没有生没有没有有相没相，有都没有，就是打除破除所有的对待。所以我这个物件，你若好在那边哦，修行就当然不一样。
你就讲哦，那是等于这等来，这就是过来过去，按照学嘛，没有啦，谈不上休息。休息呢，真正要是你身心的话，这里面精心去放在里面，去腰带怀右边。所有人现在刚说不管他，哪一个讲出哪个讲出来，他讲话一定都讲到艺术，恭维恭维恭一遍。你有意境提升你的心境，还有话你讲你文字唔捌不要紧，就你个听无，安尼是有做的。但如果你知影讲你意见你哪了解的，我是讲这东西，有悟到哦，有一点点哦，你就一门深入。你一门深入去了，自然你的心境就提升，提升你就觉醒力量。所以咱即摆讲咧听道理都不是写过的。开蒙解，文理解叫开蒙，叫文字波罗。那三波罗嘛，文字波罗、观照波罗跟实相波罗。但咱即摆所解文字叫做解悟，有了解会误解，唔係會誤導啊。有了解了小我是文字上，我是講人咱捌，咱捌這種捌啊，聽下就咱捌。你來我來廚房，我來菜，你啥物菜有誒捌很捌啊。如果你搬嚟物件，即我捌變怎？你啊進就到對咧，進你來睇。什麼叫開悟？我的心經大概有看的大概啊，已經有了解的意思啊，但是開始要實現啊，所以即擺有開悟。比賽就早開悟啊，怎開悟？你我講嚟，咱嚟講關門，錄經文有啊。啊，即個我就變成做伊的心嘅處理的問題啊。啊，即咱早了解啊，錄經就是咱對某些心理，對我好就變，產生作用。咱哋咱嘅業分別，大家分好歹，感受痛苦萬千度啊，業分來而來啦。這都是咱嘅理啊。這個是相當搞笑，但是相應各位一定要有境界下，這叫實相波羅、觀照波羅。咱定咧讀經，你看聽道理，看經典，我看啲啥？文字發泄，觀照發泄，甲比喻。但是真正呢，我進入到開悟，對觀照發泄到了解以後，你就進入實用裡面。只要你觀照心，你就你只要你有觀照那個心，我就在修，一定就實用，就進入實相。那個叫思維修，觀照就是思維啦。各位，是非是用我們去用方向，在你面前你看看心，做起來是有人。不要在众生上面找答案。我底下你是关心求众生的地方找答案，你找到他的答案。第一點愛對人嘅不善，覺醒來你去理解。咱自性本對呀，咱本性本來清清啊，但是為何今擺會變懵渺渺？為什麼變啊？變成你講有為。啊，所以我以為開始張筆。開車平安了咧，後邊文清，但是都用別嘅，但是唔係學嘅文解阮啊，文是修一下而已，但是一解咧，家己咧慢慢磨進，我來在公司啦吼，因為時間到10點半，啊，你比較變方便，使用英文，現在應該關係啦。我來開始啦吼，進入開始啦，心誒是的啦，同第三。連平不要緊啊，冷靜是親戚，不就叫打棍的啊？你覺得我靜啊，不要摸，對摸就一摸啊，睡覺那個不一樣。哦，見法難行，不法難聞，修得難摸，見得速意。我下來，除了經文以外，就用我一定要給你摸過下來。因為如果是我剛才講經文課抄來講，那個都是佛法的東西，是別人的東西，也是他人的東西。主業主家嗰種呢唔用，就反符合他，會解
家己要创。本来咱就无欠啊，但是咱即摆就是已经有欠，为什么？你就毋知咱本来就是一个报复。政府你讲啥？政府建华的语言就是咱的关心。所谓的政府是驻华，就像政府。但是建华在人歹势，为啥物呢？看无啦，空前物件啦。迄你个想无啥有，不可是看无啥有。政府你听袂对，所以政府你听袂当中，咱听迄个啥平常法，叫做优惠法，叫做世间法。那政府男性，政府男性就是成就的少。所以我说国在会员，我们中心所定。为什么？多讲政治社会重性做正道声闻，政治严格性的种性就是政治必须分，正到菩萨性的种性，菩萨种性就是成就菩萨。基于在如来种性就是正道佛果，但是一种不定种性，不定种性不定佛，他不一定会成佛，但他也不一定会成菩萨，但他也不一定会成凡夫。叫不定，所以时时在变，随观几多因为在变，他以为形成出来很难对。可上来这种叫没有种性，我要唱，无精神啦，无精神讲啥？神经无，法律无，业障重，卫生底，幸福平衡些，科学些，一切都在烦恼当中，一切都是在烦恼些。所以这个语言你讲。绝对不一样。咱有一个心跟什么？咱输出干纯一句，变成所在，传理一词，诉说不可，做说不可属于什么？大家听这个名，告明千万法，教门千万法啦，中门一字言，教门千万法，传理一边，说说不可属于什么？为什么要谈这个东西？如果我们修行没有这么一指给你证明，我们本来当下的那一指就是你的当下，当下就是什么？这个多嘛你见过了？这个是多嘛不说，真不说。基本上我们一般听就是当生，当生已经住那个正法的境界，无邪恶，无合拜，无离欢，但大家看清清嘛，没毛。基本上就是你见过啦，当下是什么？这毋是我另外传下，是你心当下你有清净这个物件无？你本来有自在无？心中我观自在吗？你有自在吗？你观到自在吗？你有自在，你办法行深，没有办法自在，你怎么行是般若波罗蜜？你说人家懂清楚了，说明他懂多生死。所以这么难写当中，就是因为现在的影响就是嘛，包括过去年代多数都讨论来宗教，大家都听的话当中。我带不懂，所有世界，不但千差万别。进行到咱两个比如说分那个属性属性是对啊。那属性里那厦门菩萨福建那些是属性的，都我改。拢是从正法的当下那一刻起，我们没有办法入，所以你要闻到佛法更难。有啊吗？世界地心都有啊吗？修炼嘛是有啊，广当然都是佛法，法师讲的都是佛法，我都在看啊，哪里没有佛法？其实佛法处处都佛法，哪边我处处是佛法啦。但是真正讲佛法，咱唔说，并不是歹听的佛，是个修法歹听着啦。他你按你我做出的去做出嚟，无论你咱能够改变你咱行为。基本上，咱的情形因为跟来源，我们根本求不到、摸不到。后来我们就瞎猜，我们以为大概是这个意思，大概这个意思吧，我们以为门关。真正是因咱的修门相应，不能甲咱印证。小咱课自修自摸，所以自修自摸啦，有智慧，一定摸一个，这怕不是。我修偏，修，那唔对，对啊，修偏就是对，没有错。像我做生意的，是我做无生活，伊遐嘛是生啊，嘛是咧生啊，你讲伊咧生啊对嘛？是较坏，较偏名，偏对偏摩托里面，唔知查里面啦。正就是正法伫福建，
入出界啊下个修片的修魔来的，所以你们别想说哦魔些，你不懂，魔些你说不对的魔遇到一种就是魔界，魔界是那个魔界的心法的修行比一般的修行境界还高，你魔界做了条件呢，魔界过来，他把时间变了。第六天，咱未来做住到第四天啊，完全这个咱住在第二天啊，你无出来，可能这个你必须干啊，为什么？因为不标准。所以那个东西是修行来的，他们不管嘛。但是因为发的物件，因为无理地图，是个偏的，是个偏激的，看人角度，讲话有角度，这行有角度，生命有角度，当中我感觉我的思想，我的行为，我的看，我的都是我的，没有一个地方我的是错。你按这个料当中，那你主观一些材料呢，也是有道理，你就没有办法平等对待，华的平等。所以是不做那样边界，你讲咱世俗边界，是咧讲咱心性的边界，这当然别谈着啦吼。所以修德，到底这是多重要？啊，是对一部分比较重要。当我就是无在咱里面的地位也变成时阵，咱无能力得力。过去有一个时阵，叫大通至圣佛，大通至圣佛，十劫10劫，10劫我20天啊，10年、28年，10劫这个等，这就点啊？10劫做到。我现在差不多讲咱一般的平常时，我上看啊。咁等下咱做房子工吼，咱大人吼，咱讲了话吼，等下咱做小写书吼，咁就这个东西，这公片都会实际就得名了。这个大通罗班下来，他会得了，你来弟弟啊，你要听得听。大通至圣佛，第贵你是个怎样？十劫皆得名。所以这个道场不是在我们这个道场而已哦，平常就是道场。得定无离开咱的心，某我在我等于我到北我得定啦，你的道场在这。你今天在这边，我们道场在这边；你今天到工作场所，你的道场在工作场所里面，那个道场，要得定。不现实，如果来文解，不能成佛。所以我本身讲听到你，到底你认真听有理无？啊，是我把咱叫来歹势吼过来吼，我讲咱讲我歹势，我来上班挂牌啊，把生死看成不出之外啊，把生命当作理由啊，为啥？其实咱人要来当中的世间，这究竟要讲足起码的，我讲做分析的，做分析的咧讲生命问题啊，啊，这对我理论都是。所以特别这个点无离开动啊，这一点你要平常很注意。我起个动念，你马上会对了；起个动念，你马上会对了。我其实不错，那这对来啊，要从哪里去？来起不要提，提不中成功。这个东西都是妄想的东西，这种东西不变妄想的现象，但是它不是你自己当下，因为你经过有作用要3天写的，黑起出来。我讲现在是它如头的东西，都好一些了，如头动。这个跟懂好一些，它不经过有的，它没有任何作用。没光经过广大使用，它没有经过这个东西之后，它马上传出来。啊，这个很熟大家看，我来比如点讲吧。按现在是网络，这是网络就频道你打，你往下我来广义，那我来听下去，我来讲的，但是我跟你讲，都本来是有理啊，这也是我来的，不然可能是个小手的，火起来。我嘅，是这个是一样的，都可以。所以大家底下在生灭，先活先灭，究竟先灭咱到了解多少？所以懂好意思说，它不是经过那个意识作用，然后3天内2搞出来，黑马那个没10天呢。
毋是我平时啊，我有我咧坐间，会当做，会当讲打好，会当入去入品入不上，会当管得清楚，咱学甲国家，这个都不是。当你当下物件，你所办物件，都是新闻的东西，所缘境、新言相，都是幻象的东西，你都不要去在意它。所以咱今日讲啥得？因为修到所以人无这代表有出个法门，拢啊靠智慧。所以智慧不总啊讲22年啊，讲22年，所谓经典讲做讲智慧讲22年，那个是波了波。但是咱即摆已经离道远啦吼，了解离过去圣年心真长，离过先知性，离过咱开菩萨，离过这些菩萨，拢是过物件。所以因此有阵时咱家己在摸索，若无事甲你引导，也是讲开菩萨甲你互相大家研究切磋，有阵时啊要入迄个物件很难做。所以呢，你看咱正道观咱老讲在不山，正道观叫做玄觉大师，伊是规通了。伊个法叫玄觉，伊个名叫永嘉禅师，伊住伫永嘉，所以永嘉，所以伊住永嘉，我们名啊是叫永嘉禅师。所以伊就写文章有多。第一个是怎么念？嗟叹的嗟。不是啦，这个叫做嗟啦。嗟我们错误啊，是错误啦。或者叫做嗟，咱哋行叫做家文化啦。错误啊，错误来写的，错误。加那个嗟的后面。家文化都是写众生福难了解，体现万体下变心，无用法种得万海。菩萨如来万顿教，本不读，本都别读了，如花水。这文无解深，但是意境奇妙啦。讲的，其实我是说，这个佛时代，我了世间，反对世间，有歹无？我甲你讲，一年不如一年不如因为地球即摆是生在坏事，成住坏风是讲坏事啦。所以上天甲道，甲来到世间，是因为时机接受因缘的关系，所以它容易所以得传。因为道甲结并共，因为有接受，但就有道人救。但道是救现实，劫是要杀咱遐个我歹物件。所以上天不救，咱达到讲世间，全经无啥兄弟嘛有智慧啦。全经修行，全经护人，全经救人，全经成道，全经所信。完成第五个秘密的部分，活学可以将证明。如果若不实现，活学可以将人证明到，如果若不实现啊，危险我你讲面前。伊讲一句重点，活学尽劳其哉，所是人。一天我真少病，一天我这名拢无出尽劳其哉，所是人。所以叫做要变落，这咱按哦。先有跟按讲，你以后来叫做到你要变落，撇温城，温城是对，毋是咱电视人，是环境人，毋是撇来温城人是，可能就是温城。抖音、票子，公斤3号，我那个大概过去3部还2部。这个所在是大市场，就是咱看过哩啊。正好你看你保持全面，正好你看你保持全面啊！你现在讲其他比头啊，你来看日头看3天看嘛，明仔等下来看这个，保持全部看。何况你若无讲餐啊，你食是因为分量差不多数呢，我咱现在基本简单，无够文化就讲的啦。咱是文化大就好无？因为你看，你等下看一下，你看看一头无啥哦，定。可能我到遐用杂条咧，咱里面，你到一头遐人做条，可能我其他听，伊来求得啊，就求钱其他听。咱就无去味啊，我咱这讲餐咧，咱就有出书，我富啊神奇啊，我真就袂当入去，你讲出国，这摆谈啊，这个我好这些老当时都谈。所以伫咧活当中，我时说，无解好谈嘛，这个时阵的众生的福报，众生的福报啦。福报，
比以前严重大，要首先。所以我即摆电视最近咧来看嘛，讲对于疫情啊，就像咱就是讲劫后余生。咱先卖叫医生，咱是这个叫淘汰期，无淘汰掉。村外的人啊，叫后医生会必有后福咧，这是叫必有后福咧。咱真正有生囡仔有5个人，咱村上无早诶，我小朋友啊，这4年是偌济人，原地流通给700万人，这个疫情啊，收700万人，啊700万人，他无晓得咱好加在我比做行政，我去给他做钱。做给咱有咧个保庇。你看这个人拄好是咱一个家人，若是有偌几个，即摆咧收是安尼收咧，就是讲一个2个家己咧，迄袂偌咧。因为大脚期就是大收完就是大出来。你相信无？大脚期是大出来，大收完就大出来。因为有效报，有效做效，有报酬啦。所以讲，咱先讲，提早12岁，本来12年要开做诶，12年今仔日。第三12年的，所以我这个经过这过年的人啊，因咱无好无难哦，你毋知都遐妙啊！你若无好考下个经过当中，你毋知讲咱心都遮准备啊，啊咱功课遮好用哦，当然相在跳跳较好用。你讲有人讲天是的，现在这评书讲无好，那个打毛。好难就是讲，他没有办法去调和他的内心。因为咱个心内是大家都懵懂，迄有要创啊？无聊，咱来随便，无聊，咱来无聊，咱来看电影，无聊，在找那个无聊的事情，那个就跟生存没关系。我你我说我谈到对哦，你还是要归一，因为从这句话无，真真正正把教会因所有出行一切讲这个话，不是错的哦，佛祖再来跟你讲哦，讲到做法哦。是咱真了我未考，所以伫这个内面呢，我过来表示我们的心境没有办法调和，咱啊，动不动咱就别个修理者，动不动就别个摸鱼者，动不动就别个去了写照片，啊，为什么呢？没有办法，摸下来，话是讲坦白一点的，话没有前后。哇，是这样的东西叫哇！哇，都开心，都会接收到哇，好像开始看王冠造成梦话，整个法里面是跟他看，都能看到这一点，他的东西。一切法他讲的是圆的，没有缺角的，但是他心里夸张，就关于第一看有道理。你的话改变话东西的话，你这前面说的没有，你只要用一个法一个心去看，都会到我们目的地。是，然后咱的较好强无强强调在发光面。所以伫即个内面呢，咱去圣人的心，去圣人的道，真远，毋知遮咱无这个角色。啊，无这个角色就是无地为主的，咱的梦想会较济，咱的操劳会较济，哦，啊，咱要挂的较济，痛苦较济，课题较济，大物件拢济，要怎解说？要怎办？咱听人人关，啊，人时间随便，啊，夹咧随便，无法度互你人生会当存在，毋知各因各同场去，也必同人生，同样人生。无形咧随便，互你做你难啊，互你听袂对，互你修袂对，互你幸福了做袂对，我变来去等到互你无咯，啊，你就对我这个。他袂讲啦吼，啊，这物件恁笑啦，啊，毋是我讲咱比较啦。我正常伫台湾听到台湾，什么抓？40年来，什么叫游戏？我不知道什么叫游戏是什么。咱直接用说鱿鱼上麦，哦，鱿鱼上麦，迄鱿鱼世间，迄地瓜世间，大世间，迄是修炼境界，不是那些。咱无迄个心意是咩？即个做心善做，有做有无？有啊，做歹咯啊，当然嘞。心能不能收回来？心能不能安静下来？心能不能回复你本来当下自己？是放逸还是放松？所以咱现在这疫情这安怎电话直播的，但是大家举办，咱不能为了关，为了平常，我不知道啊，举办咱免费的，啊，举办咱无要不要呢？哦，
简单讲，按照阮起山，就是心落山去。当你要去火时，咱跳查起路，第过来温度小时，我是讲，这样平稳点点。如果以修行的那个业那业所业嘛，你业的业当中，有时咧是讲1分2分，是两分什么？有时当中咱用过去的20年、24百节已经容易点时间，各位听得回来，结晶还要再燃烧，还要起火，跟我咧调查有冇开始？给我讲。所以说，你七星当讲员的哦，第一个就是你不可放肆，你不可放逸。我几个可以放心吗？你除了准备出来，你切得对？你家己除了都准备出来，你老师也切得啊？做无嘛咧教，困袂爽嘛咧想，咧困嘛咧想，三日嘛搁叫写。悟道一句活写一句，悟道2句活写2句。是做平常话当下，是平常时啊，咱在做的讲调，会讲别，不是但是咱搞某人你来你讲者，还是我帮你准备的，一个告诉我你3个准备袂出来。生活真辛苦，看你讲真辛苦，人咧困啊，头壳冇咧烧。毋过这个物件是要互你用了无，毋是互你背，是你心上用的。所以伫这个当下。无强或者就是讲，因为咱人个写心望见这物件愈淡愈济，我也是心自私心较重，我较重，我家己，我家庭，就是我，是啊，你们那么会顾你们家庭，你们就自己顾，就不用为师来顾你们，那有理由。既然你都做顾家庭啊，顾家庭啊，你就顾你家庭就免老师跟你顾啦，大家讲得倒来啦。既然咱顾家庭，咱老师甲你关心弄啥啦？你看我表示我家庭咧起吵闹闹，我起坏当中，我搁咱对还袂多吼，对还袂去宣传吼，咱袂去吹吼，有无？咱咧拍袂离咧，骂袂离咧，你搁袂起就菩萨心，家己都顾袂起啊！你老师甲你讲啥？所以修行，佛法平等的东西，佛遍及一切，看一切众生。你看修行是看你的到底你心态对唔对，看见矫正而已。他不会做错，你做安吼，你对了啊，你做安吼，你了解哦，你做安吼，你危险啊，你爱做地沟哦，你听了大拢对了，连讲嘛对了。有些人讲按照顺序，增加对方的一些压力，增加对方的一些心结。我看到那个像。刚才出来这位，玻璃荧光增罪也啦，玻璃多玻璃辅助的，嘛第四尊的，第四做出来的多玻璃，但是辅助来这10大弟子的一个10界第一个玻璃，这个还应该还应上，结果呢，哎呀，我做了啊，出给人啊，你出给人，还应个还上，伊是讲。无正常，啊，佮人开始啊！你看一个人，你哦，你老师啊，都来面地个，一句话，我俩俩面地个，所害喜欢。唔该喜欢的时候，我怎么答案啊？你问我去技术啊？为我这菩萨，我叫做是过去印度来过来，迄是咱人间呢，修白衣叫做有时是双手还灵无？你也看你知影咧，我先啊。是有车手双手还的，相当稳定的。不为车手，不为钱，不为财，为那物件，干规个要刚刚做起来，我是没钱的。他是做千金道场，是代给水不能唔讲。做就是咧，这个伊个因为一时报名咧，大个是我咧，我唔介意，有些唔介意，因这个后来因唔介意，唔介意个嘛，呢个看起来几好命。因为呢个北就在那读书啊。当你在那技术的，我心要不上啊，那不能吗？心念问题啦，看你怎么修了。所以不得修人呢，为无，这像我一般比赛来了，
论女伊啊，犹如一生命，犹如迄种消成色，迄故事安尼啦。伊讲，玻璃，那是原先就咱若无听你节目，但是看咧咱咧师傅，咱人解答安尼，产生无对咯，无怪。所以他不讲这个东西，它本来就是一切空的东西。但是我咧讲这个魔中完全唔是讲这个问题，是伊就好到比如讲，这法魔是安那起来，是咱的心起来，安那写出来，为什么咱发作？就是讲咱的智慧听完时间，清醒性不够，所以呢，拢遭受了接受灾害，拢遭受接受灾害啊！因此讲，我爱买台湾人，做迄句唔买谈，文说出来动作唔。主要你甲听来，像即咱即摆讲咧，即马这物件，伊贯着所传的佛教的佛法，胜过所有文字经典。有诶种，你贯着你咧讲摕人经在咧讲，你讲抄人无咧谈，无正言，无正理。我经常就跟他们主持在讨论这些东西。我有定甲几位咧伫咧第2台讲经要说，我有定来说。虽然是贯着你是佛教，我们是朋友，但大家都无语言，个人书写啊，个人语言，出给我袂歹，真好，但是若无修负责，什么负责？欠负责责。为什么？诚实中用这个。但是咱今仔若修无出去，修无解决出去，当无良心，当无一众生，咱所欠负的责，你要怎么办？咱真在咱毋是。食咱地，做咱地，做别人地，讲做公平的工作，咱无家己啊。咱遮做者有影是水无？有影是水啊！我大家嘛是家己调钱咧，无人讲调我钱，过回我爱来出咧，都是表演嘛。所以今仔因为听这宗教，这节目当中会当当下这个当下接受，解决这个你嘛要生气无？为个来讲，你若无想要紧改变呢，境界是当下而已。无咱有教人讲，龙女遁成虹，两路遁成不难。现在两路过了3在看卖。你看菩萨咧教遐中间有来长他唔少咧。迄菩萨后迄威严看人，大家都是读2看多，迄菩萨咯，就是菩萨。伊若无显迄个金刚性，迄菩萨心众生本来袂明这个，伊看起就是安尼。但是伊毋是要条咱去做啊，伊是一个实现啊。但是后壁迄本事，安那出来，可能嘛是后壁佫变出来，唔嘛无法怀疑啦。但是这用伊就是顿成分，伫咱的正常过来的模式，所以拢会顿出火。是拢会顿出火。当然伊过去，伊听这个宗教法是听文殊菩萨说法，听到入去了，有一届当中来讲做头前。在小学时阵呢，伊当下伊像咱即摆这啦，有做地方，伊第一份伊想要当下清净一点性命，马上从女生实现男性。这跟我讲啊高，当下有女性实现男性，往东方离过世界，离过世界上不算。遐艺术东西都唔相信，后来查某人变查某人，查某人爱当身份，其实是正确的。阿公。我们婚照要修行，要成佛的是男性，但咱这边是边界啊。